大家好，今日 CSL AI 專員要為大家介紹 Asus 最新嘅旗艦手機 Asus ZenFone 12 Ultra。無論係外觀設計、性能定係相機功能，呢部手機都會為你帶嚟極致嘅體驗。顏色選擇方面 ，ZenFone 12 Ultra 有檀木黑、冷杉綠同櫻花白三款時尚嘅配色，無論係咩風格都啱晒啦。呢部 Asus 最新嘅旗艦手機配備6.78寸 LTPO AMOLED 屏幕，顯示效果極致細膩，無論係睇片定玩遊戲都可以享受生動逼真嘅視覺體驗。手機亦內置效能超強嘅 Snapdragon 8 Elite 旗艦級處理器，應付日常操作、大型遊戲甚至多重任務都全無壓力。影像技術方面 ，ZenFone 12 Ultra 搭載咗6軸防手震 Hybrid 雲台 4.0， 再加埋 AI 旗艦攝影技術，令拍攝更加穩定、更加專業。仲有新增嘅運動追焦錄影功能，就算係新手都可以輕鬆拍到電影級嘅水準。電池方面 ，ZenFone 12 Ultra 提供超持久長續航力，仲支援無線充電，方便快捷，隨時保持滿電狀態。呢部手機仲內置 AI 聰明助手，多款翻譯同文書摘要 AI 功能，令你無論喺工作定係學習都更有效率。AI 摘要仲支援雲端處理，或者可以透過本機運算，雲端自動切換，兼具速度同私隱，提供更好嘅用家體驗。Asus ZenFone 12 Ultra 而家已經登陸 CSL AI Store， 有興趣嘅朋友快啲親臨體驗一下呢部最新推出嘅 AI 旗艦手機啦！